簽人數3.5節，安樣講是家啲呢個經節，一條心相信上帝，唔冇依靠自家登山難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家登山嘅難都有限制，所以咧聖經教把自家一條心相信上帝，因為上帝冇限制。嗱，簽人數3.6節一樣講是家啲。要記得上帝在一切家嘅行動提醒自家嘅行動唔好要行錯路，還有自家記得上帝，表示自家要尊重上帝，自家要記得上帝係咪啦？係講自家記得上帝，依靠上帝指路乜自家。嗱，你接下去講，幾為治好嘅路乜自家，到上帝指乜自家嘅路，自家聽家嘅經節嘅路嚟行，一天要順利，要得福嘅你，又要平安，要快樂嘅路好行。嗱，上帝都係本家享受嘅恩典，所以自家要謙卑嘅心嚟聽上帝嘅路，一天自家得到嘅快樂。上帝祝福，阿門。